东汉永平18年，汉章帝刘达登基，年轻的皇帝率领后宫及文武百官，前往都城附近的灵湖山狩猎祭天。相传这座灵湖山有仙人居住，在这里，上天的恩赐和命运的风暴，在等待着他们。我们去那整理。嗯。恭候皇后娘娘。哼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到现在为止，还没为皇上生下一儿半女，迟早是辈分。灵儿，雨天，想必是陛下回来了。是啊，娘娘，您听这声音，应该是捕了不少猎物呢。皇上，狐狸往那边跑了，追！快，追上！狐狸啊狐狸，本宫是要救你的，你若是想活命的话，可别出声。娘娘，这狐狸可真有灵性，不会是狐妖吧？他若是狐妖的话，还能被皇上他们追着。嗯。撤！皇后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后。哎呀，免礼，没吓着吧？臣妾娘家是行伍出身，见惯了这些走马狩猎。真是奇怪了，朕刚才追一只狐狸，你看见没有？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啊，想是往那边跑了。哦。陛下一定累了，要不您稍作休息，臣妾啊今天亲自下厨，给您做几道午膳。好啊，那朕今天就尝尝皇后的手艺。走。喂。娘娘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夫人，娘娘，你回来了，夫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这是我的结束，避无可避。抱着，你没事吧？我和孩子都还好。娘娘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只是欠了一个人情。娘娘，你小心点儿。来，娘娘，您刚才晕过去了，可真是吓死奴婢了。您知道吗？您怀上龙翼了，您跟皇上成亲10载。这回呀，终于算是得愿以偿了，恭喜娘娘！你看，才救了那只狐狸，本宫就被整出怀孕了，这可算是善有善报了吧？嗯。皇上的魂本就被他勾走了，现在居然有了孩子。他要是真生下皇子，那本宫以后还有什么指望？娘娘。瞧您说的，他要是能生，娘娘还生不得。再说，这他生不生得下，也不一定呢。你是说，皇上现在正对他宠爱有加，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参见娘娘。娘娘，禀告淑妃娘娘，上衣局秋娘送来了为您新缝制的披风。秋娘的手艺一向出色，让她进来吧。诺。
灵儿，秋娘，哎，我听说皇后娘娘有了身孕，是真的吗？嗯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娘娘啊，这是善心有善报。我记得5年前，要不是皇后娘娘，秋娘恐怕就没命了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是救命的大恩呢？真希望有机会能为娘娘做些什么。皇上驾到！哎，爱卿，平身。你猜朕今天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哇，好漂亮！来，这个你带上。谢陛下。皇上，皇上，何事惊慌？边关急报。听说，陛下今日就要御驾亲征，这个消息可是真的？娘娘，千真万确。终于让我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喂，妙啊，娘娘！弄死了这个孩子，他还能再生，干脆就弄死他。等留下这个孩子，由本宫来抚养。不好，有人要暗害皇后娘娘。这下难办了，咱们只允许在这山中施法自保，若是在人间施法的话，可违背了天规啊。咱们可不能去皇宫救她。皇后本是天上的仙女，只因一段情缘下凡，如今也该归位仙班了。只是她腹中怀有胎儿，得想办法救这个孩子。可是，顶多折损掉100来年的修行，不会打回原形的。这个人情，我是一定要还的。刚才动了胎气，现在怕是要生了。哦，秋娘，这里用不着你们了，你们2个都下去吧。诺。娘娘，您给皇上生了个小皇子，皇上知道了肯定特别高兴。您看他多可爱呀！娘娘，秋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，有人要害你。别急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淑妃与奸人勾结，今晚要害你。他们已经派兵围了皇后宫，要放火烧死这里所有的人。娘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快躲躲。秋娘，你先起来。
诺。今夜要是大，势必会特别混乱。你先带着皇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趁着乱时逃出去。那娘娘您呢？天若佑我的话，我们还会相见；天若不佑，你一定要帮我抚养好皇子成人，待他成年后，让他拿着细物来找陛下相认，替本宫和死去的人伸冤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宫外已经被人包围了。走吧，快走！可是，快走！灵儿，替我更衣。诺，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老板，这个菜挺新鲜的啊。我看一下啊，带着我狐族的手这怎么卖啊？手心还有胎记。哦，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的。切，你娘没教过你要勤洗手讲卫生啊？给我看看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给我看看嘛！哎，喂，哎，给我看看！哎，姑娘，你是看手相的？对啊，我可以给人看手相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只需5文钱，包你一辈子。如果手心有异象的年轻男子来算命，不要钱；要是不准的话，还倒贴您钱。真准呐！啊，好啊，兄弟，今年你一定走大运，能娶8个老婆，你家母猪能生8头小猪，然后你能挣1车的钱。兄弟，你能中状元，发大财。谢半仙姐。哦，借您吉言。我看看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多谢，谢谢半仙啊，借您吉言。把手打开，打开啊！都3天了，人家都说守猪能带兔，我的兔子怎么还没来啊？就是他啊，就是他吗？各位道长有何贵干啊？就是他，不但抢我们的生意，他还侮辱我们。我侮辱你们？啊！兄弟们，把我们吃饭的家伙亮出来！看看，我们是半仙，你是再半仙，
你这不是在侮辱我们吗？就是，误会，误会。挡人财路，有如杀人父母。兄弟们，给我打！打！我打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呦！你们几个瞎了，还不赶快给我追！我的鞋子！让一让！着急干什么呀？这些人是道长还是道上混的？哦，真是！啊！来，快抓住！来！兔子！兔子！那别管了，快上来吧！啊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果然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姑娘，你刚下过水，全身都湿透了，还是赶紧回家去吧。这位哥哥，你不知道我没房没钱没亲人，有苦有难有伤心。这样，姑娘，你若是不介意，可暂到我家借宿一宿，只是家中简陋，还望姑娘不要嫌弃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那你就在我们这儿暂时先住下来吧。啊，好。啊，好啊。小黎。啊。哎，小丽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亲手缝的。小丽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小黎，多吃菜啊，吃点鱼。好，来，我给你加块鱼。哦，不用，我爱吃鱼尾。哎，姑娘，看下白菜。这个怎么卖啊？哎呀，来我的！别抢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皇上明天要上山打猎，
所以就不能砍柴了。皇上，我从小也没见过皇上。既然皇上没有下令封山，说明他爱民不想扰民。我们倒不如顺其自然，可好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想看看皇上长什么样子。是啊。好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太好了，小浩。冲！撤！快往那边去，那边！狐狸怎么不见了？幸好他来的是灵狐山，我可以使用法力。小黎，小黎，哎，我采了一些野果，来吃一个。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叫救命！我们去看看。走。好，走。上面有人吗？老伯，你等着，我来救你。救我上来！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小浩，这有个藤条。好，快，老伯，把手给我，用力，用力！多谢了，小哥，谢谢。不谢。这个人怎么这样眼熟？哦，对不起啊，小哥，我就是觉得你特别的眼熟。我们啊，就是一对山里砍柴的夫妇。哦，是啊。哎呀，小浩，你的手。什么？皇上找到皇子了？是啊，娘娘，都已经在回宫里的路上了。上次留下的祸根，这一次一定要将他连根铲除。不可能，当今圣上怎么会是我父亲呢？孩子，你终于等到这一天。如果娘娘陛下有知，也一定会瞑目的。喝茶。好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送去吧。诺。来，你最爱吃的鱼尾，我特意叫御膳房啊，单独做了鱼尾给你吃。啊？
你快吃啊！哦，好。迪安，你要记得，这颗回元丹是你自身灵力提炼千年而成。一旦失去这颗回元丹，你将无法生育子嗣，同时，你所修炼的功力也将散去大半。母亲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，我一定要让他在这险恶的皇宫里生存下去。对不起，从没见面的小小狐。我想我们以后都不会再见了。夏琳，大胆淑妃，王朕对你百般宠信，你为什么要害朕的浩儿？宠信？皇上若真是宠信于我，又怎么会背着我去找那个孩子？这次没能毒死，那是他命大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那是朕唯一的儿子啊！当然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有第二个孩子。枉我这么多年，还这么尽心尽力的伺候你。来人，来人，给朕把他打入冷宫！打入冷宫！喂，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既然如此不念情分，那我不妨告诉你，当年那把大火就是我放的，是我烧死了你心爱的皇后。只可惜我没有斩草除根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驾崩了！皇上！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平身吧。谢皇上，我王向来敬重贵朝，此番特令臣带一件礼物，敬献皇上。堂堂一个大国，就送这么一块破石头啊！禀皇后娘娘，此乃我国国宝，是一件非常……什么呀，笑死人了！这破石头是国宝。皇后，请谨言慎行。哦，陛下，皇后娘娘如此轻视我国国宝，恕我等无礼，告辞。喂，且慢。使臣大人，请留步，请听小女子一言，再走也不迟。小女子听闻贵国有一宝物，称之为金龙琉璃，虽其外形似石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听闻古书有记载，
申独国现连环击，以金龙琉璃为鞍，暗藏暗室中，长照10余丈，如昼日。陛下，请陛下下令暂且灭掉大地主。好，朕就如你所言。灭烛火。就是皇上，你看，哇！你是？回禀陛下，臣女乃御史大夫之女唐诗诗。方才臣女一时失言，还望陛下恕罪。快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你有何罪之有？御史大夫能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他的福气啊！什么福气？想不到一国之后，竟然不如一个官家女子，有见识，有气度。你。皇上，自古以来，皇帝3宫6院原本就是应该的，还望皇上为我朝选一位贤良德淑、才貌俱佳的贵妃。皇后娘娘，皇上正在批阅奏章，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。我是任何人吗？参见皇后娘娘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新册封的淑妃啊！不是不许任何人打扰吗？她不是人啊！皇后娘娘，让开！皇后为何如此不守规矩？我以前也这样，你都从来没说过啊！放肆！你身为皇后，怎么可以不知道礼仪礼法？你是在指责我？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！还有你砍柴的时候，不也……朕现在是皇上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只是忧心皇上龙体，一时关切才来送汤，日后定再也不敢僭越。你最好真不敢！哼！快起来吧。你是朕的妃子，伺候朕就是天经地义，何来僭越一说？今夜就由你来侍寝。谢皇上。你看这景色如此优美。是啊。哎，皇上，花都开了。皇上，是花美呢，还是臣妾美啊？当然是你美了。谢皇上。娘娘，淑妃，怎么了？臣妾的肚子突然有些不舒服。那朕先扶你回去休息。谢皇上。来。离儿，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带你回去的。既然在人间如此难过，还是跟母亲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你将回元丹都给了他，可是他让你这样伤，这样痛，这样的男人，还值得你留恋吗？母亲，
我爱他。有些人的爱美好如朝阳，有些人的爱平淡如潮水，没有对错。皇上，淑妃娘娘，皇后娘娘体恤淑妃怀了龙翳，特赏赐血宴一碗。多谢皇后姐姐赏赐。娘娘恕罪，娘娘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皇上，皇上，姐姐她想要杀死我和我们的孩子。岂有此理！赶快去把皇后请过来。诺。皇上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皇后姐姐，臣妾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要害死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能毒害我和皇上的孩子呢？我贱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皇后，你的贴身奴婢已经交代了，就是你把这碗毒燕窝赏赐给淑妃的，你未免也太狠毒了吧！如此狠毒，怎可母仪天下？你们胡说什么？不是我做的。皇上，皇上，切不可因为一时气愤废后啊！你要废后？你就那么不相信我？皇上，淑妃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你，淑妃，你怎么样？孩子没事吧？杨贵，别怕，嫡儿，在人间，你不可动用法术，否则将受千年冰封之刑。来人，快请国师过来，快！给。
之夭夭，灼灼其火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下。还是变了，装作笑着。吴小丽，不是朕狠心，你原本不应该骗我。你是妖，朕也救不了你。你不知道，我还有一件事，一直都在骗你。那件事情，我最讨厌吃鱼尾。我爱吃鱼尾。我特意叫御膳房单独做了鱼尾给你吃。救命啊！救我！啊！小丽，一丝期盼，未来是你不再孤单。我亲手送的。心落地了，不再飘着。风应该轻易被磨灭的。女人心是透明的底色。小浩，你的手。三人行，你我诗与。心中有种莫名的快乐。来人呐，行刑，快行刑！喂！人怎么不见了？皇上，我就说他是个妖怪。装死！让你行刑的。心是美丽的颜色。小林，爱过后会小林，灵儿，你可知错？你在人间不但动用了法术，还现出了原形。可你啊，也保不住你。灵儿愿守千年冰封之血，